好多人都話魔術師係呢個世界上最會保守秘密嘅一群人。佢哋有一條鐵打嘅行規，傳咗上百年，全世界嘅魔術師都得遵守。就算你窮得叮當響，就算你俾人攞刀架喺脖子上，你亦絕對唔能夠把魔術嘅秘密話俾觀眾知。呢個係底線，掂都唔能夠掂。然而就係咁一條被全球魔術師視為命根子嘅規矩，喺1997年，被一個戴住廉價黑面具嘅狠人，當住全美國1470萬觀眾嘅面，一腳踩得粉碎。佢不偷不搶，佢幹咗一件比偷搶更狠嘅事，佢將同行食飯嘅餃子一個接一個咁拆俾全世界睇。美女變老虎拆咗，人體漂浮拆咗，鐵角美女拆咗。嗰啲你個個嘅喺電視上睇得目瞪口呆，覺得簡直係神蹟嘅經典魔術，被佢好似剝洋葱咁一層一層全扒光咗。而佢本人亦都因為呢檔指示，被成個魔術界封為頭號通緝犯。呢個到底係點一回事？冇急，我慢慢俾你掰。事情要從1997年11月24號講起。嗰日晚上，美國嘅福斯電視台播咗一檔特別節目，名字特別長，翻譯過嚟就叫破解魔術師嘅密碼，魔術界最大嘅秘密終於揭曉。名字就已經夠炸裂咗，內容更加係直接將成個魔術圈炸咗個底朝天。節目裏面，一個從頭到尾戴住黑面具嘅搞火，自稱係個睇透咗行業內幕嘅資深魔術師，企喺舞台中央，對住鏡頭，將嗰啲流傳咗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經典大型魔術，一個一個拆解俾你睇。唔係含含糊糊咁暗示，係手把手一步一步咁話俾你知機關喺邊度，暗門點開，助手從邊度轉出嚟㗎。第一集佢先拆咗美女變老虎，大家睇完覺得幾新鮮，原來係咁回事，有啲好奇，有啲震驚，但亦都冇太當回事。結果第二集佢又嚟啦，呢番佢拆嘅係切割美女同人體漂浮，呢個可以都係拉斯維加斯嗰幫頂級魔術師壓箱底嘅招牌節目。呢下子唔係好奇啦，係恐慌啦。因為更可怕嘅係，佢甚至連美國魔術大師高安德被公認發明嘅死亡坐姿都冇放過，直接當住全國觀眾嘅面，將呢個被同行視為神技嘅魔術拆得只係剩翻一堆零件。你估呢節目收視率幾多？第一集22%嘅收視率，1470萬觀眾，直接拿下咗當年嘅收視冠軍。呢個咩概念？就係話，全美國每5個開住電視嘅人裏面，就有一個喺度睇呢個蒙面佬扒同行嘅底褲。福斯電視台賺得盆滿缽滿，緊接住喺1998年又連住追加咗3集。可電視台賺咗錢，嗰啲被扒咗底褲嘅同行們呢？慘，真係慘。節目播出之後，好多觀眾即刻就開竅啦。佢哋再去睇現場魔術表演嘅時候，台上嘅魔術師啱啱擺好架勢，台下就有人直接企起身嚟大喊：我知道啦，機關喺台底下。有人因為呢個直接丟咗工作，有人被演出方要求將嗰啲已經被揭穿嘅節目從表演清單裡面刪掉。你諗下，一個魔術師嘅節目單被砍掉一半，佢仲點演呢？仲點樣食飯？講到呢度，我得插一句。如果你而家睇呢個視頻，覺得仲幾有意思，覺得呢個事確實離譜，麻煩你幫我點一下熱推。YouTube 而家嘅算法，你哋亦都知道，唔係我做咗視頻，佢就會推俾更多人㗎。得靠你哋每一個人點咗熱推，佢先知道呢個視頻值得被更多人睇到。你喐下手指頭，對我嚟講就係最實在嘅支持。好啦，要知道呢啲魔術唔係佢發明㗎，咁係人哋花咗10幾年嘅心血，一片一片咁打磨改良先至練出嚟嘅食飯餃友。特別係有對夫妻當魔術師，人哋花咗幾百個鐘頭不斷改良自己嘅招牌魔術，好唔容易喺圈子裏邊闖出咗名堂。結果你一個蒙面佬喺電視上幾分鐘就將人哋嘅心血全冧咗，跟倒垃圾一樣。人哋靠乜嘢養家糊口？你管嗎？你唔理，你只管自己攞福斯電視台嘅通告費同收視分成。同行們當然唔可能忍。消息一出嚟，嚟自美國魔術師協會同國際魔術師兄弟會嘅超過1000名魔術師即刻組成咗一個聯盟。呢1000幾號人幹咗2件事。
第一件，佢哋到學校、到社區搞免費嘅公開演出，想用更精彩嘅現場表演去對沖節目帶嚟嘅傷害，讓觀眾重新感受魔術嘅魅力。第二件，直接將呢個蒙面佬同福斯電視台告上咗法庭，理由係侵犯知識產權。嗰對被坑得最慘嘅夫妻當魔術師，張口就要咗$2000萬嘅賠償。$2000萬啊！你諗下佢哋得幾恨啊？個氣人唔氣人？但係法律治唔到你，唔代表行業治唔到你。呢個時候，成個事件最諷刺嘅一幕嚟啦，大家都喺度講呢個犯咗眾怒嘅蒙面佬到底係邊個？按正常人嘅思維，你捅咗咁大嘅屋，全行業要弄死你，你應該將呢個面具看喺面上，打死都唔摘先至啱啊！冇諗到呢間過門居然主動喺節目上當住全國觀眾嘅面，自己將面具俾摘咗。面具底下呢一張面叫法爾范倫鐵諾，嚟自拉斯維加斯，係個喺當地混咗多年嘅職業魔術師。更好笑嘅係乜嘢呢？同行們對呢個結果一啲都唔驚訝，因為早喺第一集播出嘅時候，佢哋就已經通過佢獨特嘅舞台風格，一眼將佢認咗出嚟。乜嘢蒙面唔蒙面㗎？喺行家眼裏同武大一樣，亦都即係話呢面具從頭到尾呃嘅唔係同行，呃嘅係觀眾。可佢摘面具嘅時候講咗一番說，先至係真正俾人三觀震碎㗎。佢唔單止冇半點愧疚嘅意思，反而一臉誠懇咁對住鏡頭話：我咁做係因為我熱愛魔術，熱愛魔術。佢先跑到咗巴西，後嚟又去咗日本。喺嗰啲認唔出佢面，亦都唔太了解呢段歷史嘅地方，一係換個藝名重新開始，一係你猜點着重新戴上面具。冇錯，佢又戴翻咗嗰張面具。只不過呢一次面具唔係為咗製造神秘感，而係因為佢唔戴面具就冇人敢請。可即便逃到咗國外，嗰啲恨透咗佢嘅魔術師們，亦都冇打算就咁放過佢。只要打聽到法爾喺邊度有演出，就有同行專門飛過去到現場去踢館搞事，當場拆佢嘅台，跟當初法爾喺電視上拆人哋嘅魔術一模一樣。而家人哋攞住同樣嘅方式還俾佢啦。你話呢個係咪現世報？一個為咗錢可以將全行業嘅秘密賣掉嘅人，最後落得有家不能回，行到邊度被追到邊度嘅下場。佢確實賺到咗錢，節目確實火了，收視率確實爆咗，但代價呢？代價係佢喺自己嘅祖國，喺自己奮鬥咗一世世嘅行業裏面，成咗一個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有人可能會話，佢唔係亦都倒逼咗行業進步咩？嗰啲舊魔術被揭穿咗，魔術師唔係可以去發明新嘅咩？呢個話聽住有道理，但你換個角度諗下，你屋企開咗個麵館，祖傳嘅配方。你爺爺傳俾你爸，你爸傳俾你，你靠呢碗麵養活咗全家。突然有一日，一個人跑到電視上，將你屋企麵嘅配方、原料、火候、步驟全公開咗，仲話呢個係為咗推動中國麵食行業嘅創新。你覺得你會感謝佢咩？你唔將佢就一頓，就算你脾氣好啦。呢個事根本唔係乜嘢創新唔創新嘅問題。呢個係一個人為咗自己嘅利益，將唔屬於自己嘅嘢賣咗，別人嘅心血、人哋飯碗、人哋幾十年嘅積累，喺佢眼裏面就值一個收視率同一張支票。所以呢個事情話俾大家知一個特別簡單嘅道理知，唔理喺邊個行業，唔理你混得好唔好，有一條線你唔能夠踩，就係唔能夠為咗自己發財去摘人哋嘅飯碗。你以為你賺咗全世界？回過頭嚟先至發現，你將自己喺呢個世界上嘅所有路都堵死咗。法爾范倫鐵諾，魔術界嘅頭號叛徒，一個用1470萬觀眾嘅掌聲換嚟終身流放嘅人。佢確實拆穿咗所有魔術嘅秘密，但佢唔記一件事，喺呢個世界上最大嘅魔術係信任，而信任呢個嘢一旦拆穿咗，就再亦都變唔返嚟啦。好啦，我係偉哥，暫地下期見，拜拜。